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开班会讲台语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开班会啊！开班会这项代志啊，大家加减都有经验。不过啊，大家敢有想过是安怎爱开班会咧？佮是安怎爱有司仪主持人？其实啊，开班会就是一种民主参与的方式啊。班级内面的大家就是民主的一份子。班会咧进行的过程，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民主制度决定代志的方式。那呢啊，伫班会要哪用台语进行讨论呢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句型。伫班会内面啊，若要征求大家意见，咱会当讲，针对这个议题，敢有人有啥物想法？这时啊，想要表达意见的同学，就会当举手讲啊，我有一寡看法。互大家参考看卖。啊，若是对个别同学的意见有认同，这时啊，咱会当讲，我赞成某物人的想法。啊，若是无认同咧，同款会当讲，我感觉无一定是安尼呢。咱会使搁讨论看卖。安尼啊，只要咱认真听、理性甲思考，就会当了解同学之间互相的想法咯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件代志大家拢有无同的看法，最后啊，无法度解决的时，就会用投票来决定。这时啊，主席会讲，无，咱来投票决定。投票会当用举手的，举手投票是一种记名投票，就是大家啊，拢知影互相的意见看现啦。啊，若有另外一种投票方式，是大家伫纸的顶面做记号、写意见。落入去啊投票箱啊内底，这种就叫做无记名投票啊。安尼会当保护大家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啦。啊，透过讨论和投票以后，咱的班会就会当简单表现班上的民意咯。复习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开班会啊！针对这个议题。敢有人有啥物想法？我有一寡看法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我赞成啥物人的想法？我感觉无一定是安尼，咱会使搁讨论看卖。无，咱来投票决定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！开班会就是大家互相交流、互相理解的机会啊，嘛会当互咱学习公共事务的参与啦。所以啊，用台语开班会，定会互班会更较好耍、更较趣味哦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